心如好果，心如好果，切比有好老平，切比有好老平。这空性里呢，你家己讲伊，哦，大家拢讲伊无头，伊来讲，我其实我无无头，我无头，我是因素过去，哦，因素过去，哦，圣贤所写来物件，哦，伊书经嘛伊写啊，所以书就是哦。尊前启后，述尊前启后，我引述进前的哦，来启发我。我相信信而好果，我相信因这拢是实在。咱中国的历史讲5000年，5000年对算落来，对黄帝算落来，黄帝进前敢无历史？有啊。但是迄个历史，哦，无足公正，要么无足明显，孔圣人伊毋敢，无足证、足有实事，伊毋敢，哦，毋敢引述来，所以信而好果，伊足真实，也好，希望过去圣人所讲的，切比有老老平，切就是讲头学。哦，学老子较平足，姊妹，咱嘛是安尼啊。咱子嘛是看咱的前言，哦，看历代的修行者的圣言、贤儒所引述来，咱慢慢看，慢慢去甲了解，慢慢去甲学，切比有老平。一种是孔子自述，伊研究学问和读书入学的这个态度，足以显示伊谦虚的特色。孔子伊个人袂捧场，足实的，足谦虚的。过去的圣贤多数拢是安尼啊，所以咱读到对一页，咱好了去甲体会。好了去甲了解，伊是安怎会成圣贤？咱是安怎去尊敬伊？咱慢慢去甲体会。伫咱的人生，照价值嘛，照心性，修学道，达快乐，无烦恼，无忧愁，心理来讲。相传孔子赞三四书，定礼乐，赞春秋，赞秋夜，修春秋，而成六经。这六经是甲孔子迄个时阵，大概整完。诗书足办者，诗经甲诗经足办者，孔子甲整完，会使就甲刻法用，袂使就甲删掉伊，定礼乐。礼甲乐这两项，这两部经典，伊嘛是礼，伊就甲会使有海就甲刻法用，无海就甲删遐甲，赞秋夜，过来俄罗秋夜，历经下书拢是下书段拢是一孔子写，修春秋，伊过来做春秋，成为咱中国文化的历经。此外，把古人之经典加以采取、选择、整理、编辑。孔子就是安尼，将这古人的经典加以采取、选择、整理、编辑过来。咱嘛是安尼啊，咱只咧学经典，咧看册，足济人真尤其。这手机内面足济迄个讲题，对的嘛谱出来，毋对嘛谱出来，我感觉还是我个人的感觉啦，嘛无得较谱出来拢对的，所以咱看，选择了对的，搭摕出来用，毋对的，咱毋通甲用，
讲唔对，咱一定要改啊！以受地主传后世，奉主三师书定礼乐，赞秋叶，收春秋，是要创好诶？要教授伊诶地主，要互这地主传互后世，传后世哦。故我述而不作，所以咱讲，我这拢一时说出来，毋是我写。中庸讲，为天主不以礼，不借道，不可闻。哦，若是天主无得讲这个礼，哦，嘛无得设这借道，嘛无这考这文过去的文学。哦，主使天主才有这个权来制作，这是爱天主才有权利通来制作。中庸有法有法，今天下机动配。书同文，行同论，虽有机会，故有机结，不敢作礼乐的。哦，中庸安尼讲，哦，中庸做这个主事主，就安尼讲啊。今天下虽是讲机同配啊，书同文，行同论，哦，虽有机会，故有机结，不敢作礼乐的。爱有为，爱有为，才敢做出来。无为就毋敢做出来，恐惊无到迄德性，会做毋对。虽有机德，故有机会，亦不敢作礼乐的。虽是你的德足好，但是你无迄个为，你无迄个为，嘛袂使作礼乐。此两段该夫子所言，即个两段拢是夫子讲的啊。主书达出来甲写人中庸的，哦，即种孔圣人讲的。又见夫子因无天主之位，咱来看，迄个时阵孔子出去周列国，哦，伫外国无法度通享有天下，伊才转来，啊，伊才转来。转来迄个时阵，孔子有位无？伊虽是讲有德，毋过无位啊，哦，有天主之位啊，故不敢作礼乐，伊嘛不敢做。既然有所传授之意，所以咱讲。这啊会当传述尔，咱讲述而不作，会当传述出来。啊，中庸有法，中年作述尧舜，献将文武。哦，主事主恐惊人去甲看毋对的，所以伊用中年，用阿公的名才中年。阮阿公就是作述尧舜，献将文武。伊今仔日所讲这物件，拢有完结，毋是无完结。对尧帝甲舜帝伫遐传落来，啊伊呢所受的、所学的法则，拢是对文王甲武王落来。传说他们的道统，伊的道统是对尧舜禹通文武周公，哦，这一集一落来，哦，毋是讲。人黑白讲，遐伊就黑白写，是安尼。将令他们立下之法则法度，哦，伊将因所立下落来即个法度继续来传落来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咱今仔即个道统，是对尧舜禹通文武周公，孔子才一来留落来。哦，毋是咱黑白讲落来，咱讲咱一贯道拢黑白讲落来。家己姊妹，咱爱去甲了解。伊有当时啊是这道统，有当时啊是演，也有当时啊是稳。哦，稳是日传日语啊。稳虽稳，无显出伫外口，毋过敢无传落来，原才传落来。所以咱也袂使无信任咱家己，所以咱一定爱肯定咱家己。咱今仔日咱完整。毋是无完整，有法文武之性，无在风前。意思就讲文王甲武王当年的政治规模，有法度都记载伫古人留下的典籍内面啊。文武之性，无在风前。文王甲武王的即个治世方法，拢伫风前内面，拢伫古仔内面啊，书本内面啊。意思是讲，文王甲武王当时的政治规模，
甲法度拢记载伫古人留下来的典籍内面，毋是乌白口来斗的呢。咱来了解，毋是乌白口来斗。咱今仔日呢，道原则毋是乌白口来斗的呢。虽然是儒家的应用，以儒家的经典为原则，虽然伫咧后底学儒家的、道家的，但是迄是做参考而已。真正的原则，就是儒家的经典。因为即摆是儒家的应用啊，道传在书面啊，咱一定来看起来体会。处典籍就是孔子所谓是古。这种典籍呢，就是孔子所咧讲古，命字求字所谓之古，点冠点冠，是所读性有好啊，27种孔子伊就讲啊，读性有啊，爱读就是生生实实来信任这物件，也好啊。袂使去无好学，咱一定好学。像干有主安尼，一箪食一瓢饮在路行。孔子甲学了啊，人在会啊，我见其真啊，未见其智啊。还有一款好学的精神啊。27种甲咱讲啊，大用不地理作是这我无时啊。若毋知一乌白写，我袂安尼做。知乌白写我袂安尼做，甲本章的出而不作，的这态度是一贯。19章甲讲啊，好古并以求，并以求是啊，好古，伊是足诚实、足爱慕。这个古代文学，并就是认真啊，以求是啊，认真去甲求，认真去甲学。伊斗有今仔即个境地啊，有信义好古的精神是一致，甲信义好古的这精神就是一致啊。只有老兄的事迹，只有即个老祖甲兄祖这两个人的事迹，虽年代万而不可考啊，虽是讲年代足久的，我互伊参考啊，但他们必然也是出而不作。这两个人也是出而不作，信义好古是古代猿人啊，也是信义好古代猿人啊。所以孔子接因以自比，所以孔子啦引起因两个人来叫伊比啊。切比两字呢，足见孔子添礼之特色。切比伊毋敢明比啊，切头啊比。比啊，所以这两字呢，咱看到这两字，咱来了解孔子添礼的特色，孔子添礼的特色。所以咱学到圣人遐空虚，添礼，咱爱添礼无？咱一定爱添礼。咱有哪袂使即个控高自大，讲好我我来心力，这啥袂啥？伫遐当时啊讲。想着咱当中，然后一般仔讲师强讲，这就是我修道的心得，姊妹，修这心得我这心得咱修几年，咱有这心得所以咱当时爱慢慢去甲体会。咱今仔日修偌久的时间，咱拢真正有这心得过来，第20。做命之子，这些叫做子啊，学而不言，为人不观，何有无我在？孔子讲，命就是安排，默默的安排存伫个心智的。识对读做字的，字是按慢慢我拢一个人生活来，安尼足认真研究，足认真读，足认真背，学而不言。
所以我伫学的过程中足认真，啊袂厌学袂厌就对啦为人不惯。我若伫大人，我来教咱兄弟姊妹，我嘛袂气馁。讲无有无莫在，我除了这三以外，我拢无啊。所以你要看圣人有欠伊无？伊讲我拢无啥话啦，我就这三样尔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圣人咧讲安尼，就是要互咱学，要互咱学，学咱带伊安尼。若咱遮个步数甲巧会起来用，咱后日有哪有成就？讲一句上实在啦，要成圣是较无可能的，要成贤嘛着爱真拼。可是要脱离了轮回，毋通搁再地甲伫这宇宙间搁再轮回，这若安尼做，咱就有可能。所以这是孔子自述伊学习的心知。孔子家己讲我是安怎来，我是安怎来。有教育弟子的一个勉励，甲伊教育弟子安怎勉励弟子，照这个经验来勉励他人，还是基本咱了解。是密语之士是精神力量。密语之士这一句话，就是所有的精神，伊拢毋敢外发，拢对了，会伫咧心肝的内面점回心，점就是讲软入去，软伫咧心里。咱心学道有内修，甲有外露、外露，咱来了解。所以袂使无了解。乃为悟道，这个就是讲悟道。道一定爱下心来研究，咱才有一个会开悟。这本弟弟内面咱